第68篇，信心軟弱的路程。路加福音7章18至19節。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都告訴約翰，他便叫了2個門徒來，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，說：那將要來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咩係信心呢？有人認為係冇疑惑嘅行為，意思係只要係相信就完全咁相信，冇半信半疑。如果係半信半疑，咁就係唔信。但係亦都有人持唔同嘅見解，就係話你雖然相信，但係仲係小心翼翼咁做好各種防禦，一步一步咁行落去。邊個先至係正確嘅答案呢？我認為2個都啱，等我嚟解釋下。第一，有啲人確實係咁樣，咁佢既然信就唔疑惑。曾經有一個真實嘅故事，喺一個禱告會入面，大家為天氣禱告。嗰陣時個天好似想落雨咁，禱告完之後，大家都拎住雨遮行出去。但係其中有一個小女孩，佢乜嘢雨具都冇帶。有人問：小朋友，個天好似就快落雨，你點解唔帶雨具啊？佢回答：頭先我哋禱告嗰陣，唔係相信上帝會令到個天唔落雨咩？佢係完全咁相信。第二，亦都係今日經文入面嘅主角施洗約翰。佢一世忠心咁侍奉主，喺信心中行過咗好多好多艱辛嘅路。但係當佢被捉去坐監嘅時候，反而差遣佢嘅門徒去到耶穌嗰度問佢話：那將要來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呢個係點樣嘅問題呢？好明顯，施洗約翰佢對於耶穌係咪上帝嘅兒子，心入面冇完全確信。只不過呢樣嘢並冇影響佢嘅侍奉，佢依然盡心教導，至死忠心。其實所有信心偉人都帶住肉體嘅軟弱，並唔係超人。意思係我哋嘅意志都會受肉體影響，以致產生懷疑。但係靠住聖靈嘅幫助，我哋乜嘢時候軟弱，嗰個時候就剛強，而且信心會一日比一日堅固。咁樣睇嚟，每一次嘅軟弱都係信心進步嘅機會。所以唔好灰心，因為喺我哋前面嘅信心偉人，佢哋都曾經行過一段又一段信心軟弱嘅路程。